台南市原蔡立青区调性邀集警察局、教育局、消防局以及各学校代表联合召开记者会，来了解校园各项安全宣导进度，要让家长会当放心。那如何在剩下的2个礼拜呢？我们加紧脚步，在孩子放暑假以前，我们把应该有的安全须知，再全部的跟我们孩子们教育一下、复习一下。让他们在2个月的暑假里面，可以很安全。议员伫会中要求所家进前，要完成求职诈骗、毒水救生、毒品防范知识、交通安全、校园霸凌等安全宣导。会中消防局表示，每学期拢会定期到学校做宣导，也会针对热门的省水景点来加强巡逻。发现小朋友有一些这个不正常的一些作息的话。一些穿着的话，一定要试图了解他，然后也可以打给我们当地的分局，也可以打给我们少年队，我们24小时随时来提供服务。警察局少年队也伫咧会中教大家辨别毒品的种类，要安怎去防范。教育局也会督导各个学校尽快完成校园安全宣导，确保学生伫校内校外安全。每年我们对于这个暑假要开始之前，都会发公文把相关的注意事项结合这个消防、警政、防毒、诈骗等等的议题把它整合起来，来发给各个学校有一个注意事项。那同时也会有市长的一封信、部长的一封信到这个各校来所有的校长甲老师嘛是个爱继续宣导一寡的啦你敢若客因这几个几个单位去宣导，可能他们的人员能力也有限所以说应该是麻烦学校这边再做一个加强的宣导这样子啦。最后各单位联合宣誓，将会斗阵合作，加强家长甲学生的安全知识，为学生的安全严格把关。台南新闻杨胜怀采访报道。